來看南投縣65歲以上的老大人有超過106000多人，平均5個人就有一個人超過65歲。縣政府逐檔攏會辦托風舞的比賽來鼓勵老大人運動。當地嘛有大學生利用 AI 將老大人的生命故事來寫作劇本，嘛搬上舞台。那麼做伙來看賣。佇濟華區等要上台比賽阿公阿嬤，老師把時間帶領大家趕緊訓練。廖秋選老師本身是衛生所護理長退休，伊講希望用跳土風舞來訓練時代的筋肉，讓老大人身體愈來愈勇健。南投縣長嘛鼓勵時代參加社區活動，維持運動習慣，加強筋肉的動頭。練了會忝啦，但是嘛是感覺講真趣味啊。安尼吼。嘿啊嘿啊，然後一寡歌帶長輩運動哦，我攏簡單啊，對踝關節，像墊腳尖啊，就快樂的呀。我也可以預防自己延緩老化啊，我很快樂，他們也很開心啊。縣長表示，南投縣老齡人口已經106000多人，平均每5人就有1位是老大人。為着要加強長輩的身體機能，所以縣府逐年攏會舉辦老大人土風舞的比賽。肌肉減少的時候，走路就比較容易這個不平衡，那也很容易會摔倒。鼓勵更多的長輩呢，能夠走出家庭，進入社區，而且呢，鼓勵他們多做運動。另外，咱開大學為着要強化時大人的腦力，特別讓學生啊，根據時代的故事，運用 AI 的技術，畫出多樣搬舞台戲。你在做什麼東西？這筆上的木板為什麼少一筆？比較生動吧，也比較新奇吧。我們家60、70歲的阿公阿嬤，大家都學得很嗨，很認真。時代嘛表示，透過運動，會當活動筋骨，嘛會當學到新的物件，預防老化，嘛讓社區的時代健康佮快樂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。